各位官員全部退出宮中。第二日，何太后任命何進擔任尚書，其餘人等都封官職。董太后宣召張讓等人入宮商議話：何進同佢嘅妹妹一開始係因為我抬舉佢哋先有今日，而家佢個仔做咗皇帝，內外臣僚都係佢嘅心腹，權勢太重，我點可以對付佢哋呢？張讓稟奏話：娘娘，你可以親自臨朝垂簾聽政，加封王子劉協為王，加封國舅董仲做大官，而且掌握軍權，重用我哋呢班人，大事可圖。董太后大喜。第二日臨朝，董太后降旨加封王子劉協為陳留王，董仲為驃騎將軍，張讓等人共同干預朝政。何太后睇到董太后專權，喺宮中專門擺設筵席，邀請董太后赴宴。本集播放完，請訂閱收聽下集廣播。